李維印，動勝！李維印，動勝！議員參選人呂維印表示，3當前的議員選舉，在一片看好聲中過度分票，成為落選頭。而中斷了繼續推動南區、安平區建設機會，是真儕鄉親心中不屑遺憾。另外，這幾天伊從來唔捌離開選區，服務處也一直攏咧服務，繼續提供市政甲法律諮詢，也以社會局機要秘書的身份繼續服務鄉親。伊表示，這是對鄉親的承諾，也是一種責任。呂維印一直攏佇咧，就是伊想要講的，表示家己絕對唔是選前一陣風，選後無影蹤的民意代表。我在剛才已經完成民進黨的台南市初選的一個登記，我也在昨天辭去台南市政府社會局機要秘書的工作。我想這3年來，為了今年，我已經準備了3年，我已經準備好了，在這3年裡面，協助了市府推動許多包括老人、婦幼的社會福利政策，在地方我也沒有停歇，包括服務處也不打烊，繼續提供服務。那本人也以社會局機要秘書的身份來服務地方的民眾。那所以我想，我不是一個選前一陣風，選後無影蹤的候選人，我一定是會全力以赴，也對台南市政府的社會福利相關的建設十分的了解。希望大家能繼續給維印機會，讓我可以重返議會，為大家服務。呂維印更進一步指出，家己老爸是在菜市仔賣水果，出生在清寒家庭，靠着獎學金才會當完成學術學業，所以更會當體會社會各階層為溫飽打拼辛酸。因此，在昨日當前，伊就來到社會局歷練，希望會當照顧弱勢家庭，也把協助推動老人關懷據點、免費裝假喙齒、免費注射肺炎疫苗等政策。這3當來，面對人口結構的轉變，也協助老人健保甲有利托嬰等政策，對着社會福利是相當的了解甲實施。呂維印總結表示，建設家鄉需要堅定的推動，參像是紅景海岸甲準澳開發，串聯台南高雄輕軌紅線。台南機場發展、安平舊城區陽光再現、交通建設甲道路開闢等，懇請鄉親會當給機會，招大家做伙建設未來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